都切到俺西个的，就这个大，就是你们看着啊，你们今年都点到俺俩老是来那个的，都人都呀，我得都得一年顶着来个今年都大，那到对不起那都。都得要和那些，都就现在也做工作，我都真的啊。嘉诚过一下，你就不小心心在上的，我去，小星星走一下，嘉诚。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走一下，小星星一人给一人。上面说掉了不掉了，不你没听出去说嘛？嘉诚过一下，嘉诚们谢谢勇哥，谢谢有林哥哥，还差一个最后一个，谢谢。就是现在那里不拉的学校嘛，你别骗我呀，真的不啊。谢谢你们兄弟们，那可是嘉诚来的过，那不上学啊。他好爱喝奶茶。叫嘉诚来上。嘉诚，咱们家有票的一起支持一下，有票的一起支持一下。家人们，咱们家有票的，有点票的走一下好不好？有票的一起注一下。现在是翻倍的，咱们家一起支。谢谢用户大哥。咱们家有票的一起支持一下。现在如果没有票的话，肯定做不了惩罚的哦。咱们家先破个百，预热一下好不好？预热一下，咱们家先破个百，没有破百的话没有惩罚了。家人们，现在有票的一起支持一下。有没有墨镜的？先有没有墨镜的？墨镜的有没有大哥？谢谢。咱们家现在翻倍的，咱们家破个百，不需要做惩罚吗？惩罚都做不了吗？我们家现在来，哎呦，真的让我做惩罚了，我的天呐！汉子哥再来一点票嘛，再来一点票好不好？再来一点票，家人们，再来一点票好不好？再来一点嘛，我们赢了呢！再来一点票，家人们，再来一点票。还有没有票？破个百就不上了吗？现在多你，就这么多，你预算就行了，这帮股东么子股啥这个，当家股东什么当家这个刷。那么就说干嘛呀？拉黑就你看见不的？没有关注、没有点赞的，我全部直接设置看不到惩罚，不然的话这样不行。没有关注的、一直看的、没有点赞、没有关注、没有那些的，全部我设置啊！是来，直接设置，不然的话真的来。这是你的业务，你给拉黑就不给，我也这样给，然后么，光顾到么子胡说就给俺拉黑就不滚给嘛，有所小那种，拉黑就行你过，不给，到中我的给俺俩刷单了，到中我的给，好我们拉黑就行你，妈的不光顾到么子胡。刷进俺的家里他用多，你拉黑就不去，没得把别的工资的那个这什么颜色的？白色吗？白色吗？哇！大里头说的他，那都是兄弟的学语生那个明显上涨了，没那么就得听多，你们说听那么多，后面我就说这个就不拉黑就不去工作呢。我这样三用你。我干么子这个上面的就加个带这个惩罚大么的，露皮的，就是我操干我真的，我你们带去看，你个哪里给他妈牛啊都他妈呀东西。
给哎呀，俺多了，让拉黑给你给，等起起那把有人家不过来呗，滚给嘛。有嘛的给对吧？哎，他给我嘛的，俺快拉黑给他。没阿别的，光顾到摩托车这边的语说的香，拉黑给不？哎，他给俺嘛快通嘛的给，哎，他们给快通嘛的，快拉黑给他，快通嘛的。tục cho để ngar kom kuda mot kuswa an ngak la hi kip tugul mi mti de ngat tugul khodi she chami yawrum bo koinge thingfoi na abi roi na ke ma de nda kya pa barte yu ga bungdu aya khuzum barte sor tan de yu ma yo da tani ma no tang ma ke nga chu chu sho thin je kya ta yib je nge chu go ta ro lam na ba la kya yib je a mi khen za ne le tum ya a mi ne ko ding da la tani ma do tang ma ke ma de nda de u ne ma de nda de ke bungdu ke har sagu ju abi roke ta ke kon sala ma dyun ke kwe pinja im da tangi yung ho ge ke pun ke tok jor ke ko zab chi yin ke zab chi chi bo da je kya ko ching be ke li bu sta ji ke li bu la min ke nam do ke nga li bu ta ji ke tu thon nga ki bu stu ke gu ta da ngan do bo ji nyo do chin ke ke zab chi yin ke ma dyun ke ko mi thak tu ke mi khan tok jor so so chi ne ke tu bo kha da mi chu tha me ga tang ye man ke mara bi li bu la ya la je tan tuen da mi cha ma u tang yo wen ke tang ji ni du mi tang ji du me de ju du tok shu le ba ke ku tang du thou shan de ta de ke sham de ma shu dai ke ma ke so chi ke je ke da sham de shu ma dai ke ro sa ku jo a bi ro ke on ba sa la kun ke ma ai ya mi du so an ning ga na chun本来我读什么呀？人家拉嘛样啊，基本上我，连毛那股比大的啊，是真的，卡卡的呀，等你没有啊？我把自己放大。那个衣服往上这翻一下嘛。对，啊妈，你讲，你过来，你在干什么？别动了，它可以了，别动嘛的，你在干什么？没动就这样放对我，让我好好看一下，最近都好久，立正嘛，立正，刚数入出去，对呀，妈啊你，那么轻，叫什么？基本上啊。三把决心做心力主要往面说，一心来给力把的老呀云呐，不木吃给滚那了路上给不了的，给爬了的，转过去，最主要是看你的骨。那么轻，说什么不这个难看哭。顾不得这个球的不？然后你别看过来，你转过去，我让我好好看一下，好好的研究一下。啊妈，你这个顾不是确定是天生的吗？没用，没有加工吧？没有。再转过来嘛，转过来。啊妈。那么轻，我们并没好久了。都得要那些，都就现在多多。我都真的，我现在感觉我发烧了。为什么？我都好热呀！开一下空调，不然太受不了了。热。你说什么？开空调不然受不了，太热了。好吧，我看的差不多了，他坐下吧，先。然后呢？我你个哪去是？然后这样的多的，我心脏病快犯了，知道吗？为什么？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为什么，谁叫你的骨好看呀？你的骨真的好看。
真的吗？还有你那个肚子额头真的瞧着吗？独一无二，真的瞧着不？都还有额头吗？老天爷！额头呀，那个额头撵不好呀。宝宝嘛，你那边是宝宝，要这种，要就是这种效果，宝宝，知道了吗？那种咧咧的话不行，咧咧知道吗？咧咧的话会很痛。你这种宝宝是最好的，知道吗？最顶级的，你知道不？咋一声这啪录一声，这还有这个，知道不？这正常，知道吗？知道吗？你再穿个紫色嘛，再往你3个真心话嘛，再穿紫色嘛。姐，我卡了还是你卡了？不是，是我卡了还是他卡了？你那边？我卡了吗？就是这还不卡？你在卡还是我在卡？现在没卡了，刚刚你在卡。是我在卡。把你放小嘛。卡了啥？多。你卡我卡。再玩一把，穿个紫色，外加3个真心话。紫色。再外加3个真心话。紫色吗？紫色，你那紫色吗？还是不是粉红色那个？红色吗？粉红色，对，那粉红色。粉红色，好的。你最喜欢粉红色，我的天呐！工作我有点卡，要不我重开一下？我有点卡。现在卡了吗？或者还在卡吗？没有。卡了啥？我那工作开直接开了，开始吧。好。来，咱们家有票的一起支持一下，好不好？卡的人都走了，对，都走一下吧。俺没都独家他不行了，俺特干就这样子用，俺的皮件国度的嘛，点着去独家行了。点赞没有其他的全部设置啊，设置看不到惩罚，啥都看不到的，我一个一个的设置啊。你们点赞也没有，关注也没有，一直直播间里面一直看的那些，一个一个的设置啊，一个一个的设置。对，终身个多几个，对，谢谢夸奖。咱们家有跑车的上跑车啊，跑车加跟车啊，跟车，然后就里面我里给媳妇安排啊。我自己的艺术照，然后跑车的话有艺术照，然后就有376啊，还有那个中间开花也有，但不是我的啊，我自己的有那个。谢谢革命哥，谢谢明哥，谢谢。真的不骗人啊，我自己的艺术照啊。还差7个小星星过一下，咱们家一人一个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过一下，家人们，一人一个小星星走一下，一人一个小星星，小星星走一下。还差7个，家人们，小星星走起来，小星星走起来，还差5个，先把加成过起来，加成，还差5个小星星，一人一个，还差4个，家人们，越快越好。现在是加成，咱们家有票的现在来啊！现在有票的先稍微走一点票，
咱们家现在来，现在是翻倍的，咱们家邮票的一起重重一下，现在来，现在邮票的，谢谢明哥，谢谢明哥，咱们家还邮票的一起支持一下好不好？邮票的一起重重一下，咱们家有没有票？有没有大哥？能不能支持一下？为什么看惩罚的时候200-300，支持的时候没有？在这把你们不看的那些全部那个看不到惩罚啊！在直播间里面不点赞，你在直播间看的啥？点赞不上标的那些我全部是一只看不到啊！咱们家还有没有大哥？有没有大哥？谢谢，你们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啊！等一下我看不了惩罚，是一直看不到惩罚的哦。没有关注的关注走起来哦，不然的话这里已经设置了哦。我没有票看不到惩罚吗？是看不到，没有票就关注就看得到啊。关注有没有票没有点赞没有的全部看不到的设置了。现在有个那个软件，就不看就别来，好吧？不看就别来我直播间好吗 ？OK。不看就别来我直播间 ，OK， 知道吗？我又要做惩罚，你说什么？这些全是套路去。好的，套路就别来，别看，别信就可以了，相信我的人永远会相信，不相信的人再多说也没有用。尤其是像你这样登记的，你写上个词，还有。原谅洒的白白，单纯的像小孩。你有好几次问我那是什么？小头上啊，个头上了带件蒙住啊，啊，姑妈个叫上啊，别罗件啊。家的啊，让都姑妈叫中央的，让确认姑妈叫出了单面，想着嘛？俺小头是俺个姑妈叫出了的，让切了姑妈叫上面，哦，想着嘛，面对吧？准备立住了是叫，那就兄弟们叫，那就叫什么？说立住叫那俺兄弟的，什么叫你？什么立住么叫你？叫什么？俺兄弟们的拉黑叫你的，立住什么叫你？俺那叫的是的。처럼 내兄弟们내 뭐 따먹고다고 그 뚫리고 뭐 때문에 똑신이야 내게 부추시러 타다 땡땡이다고도开玩笑的你注意吧我烫嘛你注意不能吃给我嘛的我做给嘛给说啊家都是俺这个当嘛的今天晚上俺得单子估的找那个兄弟组对吧就等嘛的我就是估的这面接我们的这面接嘛给就是现在东西所集中的我呀그냥 미담 이게 범다 범게 차주 중 그런 거 저도
没打这样的中国，我们是能过不干这些过不，我们干这些过不，对别国干这些过不，你别打，那没让个打。我们更过更记得就是最巧嘛的，那去。哎呦，他基本上过不到过了吧？阳刚做输入嘛，相当阳当的靠哪样的别的，这个肯吃就的。啊，行不了。今天嘛，得工作，今嘛干啊！我操嘛的，我咱们让哪路啥些的嘛，列点我的兄弟们，我没点的，哪路咋给不当嘎着我的一共，俺那不是对么出的这七个里，一共的想过的列想过的打工作，我列着啥些就但。阿姐没得就去当啥的，当俺能心都做。阿姐也得就说你给想过嘛，就是最主要是。这些我根本不敢做，点赞的那些全部拉黑。呀。妈妈呀，妈妈呀，我想你死，没有你的。他不是只看不到惩罚，不是惩罚看的人太多了。我们两个又录屏了。谁？我给你发过去，等一下。谁录屏？又在录屏，在哪里发呀？他们在抖音上面发吗？对。什么时候？我投诉了，举报了。什么时候？公安打电话了。不是什么时候又录屏了？前段时间。前段时间那个已经没有了呀。不是那个，后面我第一次在这里直播的那一次嘛。给你们在那边录什么屏嘛？啊，别乱给绷住，怕了啥过去啊！你自己说是短的，你这提点没别。你再录屏的话，那个你给我发过来，我这边我来弄。好。不过来，没冲突的都不了。个人录屏接的吧，两遍呗。他不过来那句。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啊，录屏。一个是这个人嘛，已经没了。上次我弄完了，就是这一个是这个嘛，一个是这个家伙嘛，他作品都发不了理解。一个是这个嘛，对，一个是这个嘛，一个是这个嘛，这个嘛，对，就这个。没有了，有嘛的，他已经弄，还有个这个嘛，对。大谁他不是给？安排的好。大安排好不了，你先做惩罚吧。好的。那工作他就是马点钟啊，直播也不前面也咋不前面？啊你那不不就是老讲呀过去，啊没有那简单，上面那切上面的就是你就是把缺单的就把解决对的，你不拿呀没就是马点钟安的，过不当你的可今天这样了。快点起来，爸爸呀，妈妈。哎呀，我想你死！阿嬷，你把这个衣服这样上面弄一点点嘛。最主要是我们要看你的额头，知道吗？额头别过，就这样，就这样。你过来一点点，让我好好瞧一下妈妈。对，妈，你再往后退一点点没有？然后立正，小立着，刚吧你这样。对，妈妈，这不能啊！妈，别动了呀，别动嘛，就这样，好好看，好好瞧。我真想这样让你真一顿，就是这样。喂，妈妈，我俺俩都是真一顿，都是捏一下你。我和你心连心，先转过去一下嘛。你突然一下子给我转过来嘛，就这样。你给我个惊喜嘛。先等一下啊，先你好好立正，然后突然一下子给我个惊喜嘛，突然一下子转过来，然后马上立正。快一点哎，你太慢了。先转过去，
好，预备转，然后突然立正，哇！你这就是传说中的雷克萨斯570。突然一下子给我个惊喜，对，妈，等你好好的转过来，就这样，让我好好看一下。这好久没有看了，好久没有看到这么好看的东西了，真的。好好立正，立正。啊，就这样，阿姆，我觉得你适合去蒙民主都还不是走那去，就这样立正。哪怕你好好的就这样，哪怕你这样，对，就这样，让你的身体往后，相当于就往后这样倒一点点，身体对，肚子挺起来，对，就这样吧，就这样待着。你看第一个真心话，却也不能啊。你最近的消失的这几天，你去干嘛了？我去看赛马节。啊，看赛马节去了。第二个问题，跟谁去的？男的女的？我一个人去的，那边有朋友。好好说，你不能骗人，一个人去的。我一个人去的，那边有朋友。那个朋友是男的女的？有3、4个，女的男的都有。是男的女的，我就问你是男的女的。女的男的都有。啊，第三个啊。你有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没有。第四个，你喝酒了没有？没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你在那个草原那边去那边的时候，你们是你就是住的地方是怎么住的？就是雇你们的地吧，也能碰你们的地吧？住的帐篷。住的帐篷，那里面是干这的，就是男的女的都有吗？没有，帐篷很小，只有我跟我一个女性朋友。帐篷有3、4个。啊，你真的没有乱七八糟吧？没有。我看你的那个额头的话，你好像乱七八糟了，它有点塌了。那可能。就人不别过来的低点的。你好好站直嘛，好好站直嘛。真的脚人不有点塌了，你真的有没有乱七八糟？没有吧？没有。我上次看的时候，你别过比这个现在额头比现在高一点，你现在额头有点塌了。额头塌了就是其实没穿的原因吧？好好说，你不然你这样吧，你等会儿这样吧，没用，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就是裤子没读啊，裤子就要这个，然后你里面穿个曲链嘛，然后曲链提到最高嘛，可以吗？可以。然后这个裤子再提上去一点点，可以吗？就是这个衣服能不能换一点点，给我们换个比较紧身的那种。这个紧身啊。这个不行，这个太黑了，比较给我来。你不是上头有个黑色的吗？像个毛衣一样的有一个。毛衣要不穿个红的吧？就是要贴身的，我要贴身的，我不要红的身。对。可以，然后曲链就这样抬到最高，然后裤子也抬到最高，可以吗？就是以你的方式。可以。就打这一把啊。谢谢你给我带来的快乐，祝你好人一生平安。说细的呢，假如咱们给去根呢，我去的么根本学校嘛，你白面红我也去。来，咱们家邮票的一起支持，直接打，比买拉票。我今天没有其他方面的拉票啊。你想怎么拉票都可以，没事，不关我的事，那是你自己的选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好的，那我闭麦拉票了啊。好的 ，Thank you，No problem，See you。Thank you，OK，来。
咱们家有票的现在来啊，有跑车的来啊，跑车的来啊，来过的走过的都知道的啊，跑车来，晨晨安排，跑车加起来，咱们家跑车来啊，跑车没关注的关注走一下，跑车，有没有跑车的大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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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有我自己的艺术照，然后呢，别人的中间开花和有376最真实的 ，OK。有啊有，说的不多，来过的、支持过的都知道。因为我好久没直播了嘛，所以好多人都不知道了。咱们家有跑车的上啊，等一下上啊，现在不要上啊，等一下我说上的时候上，等一下我说上的时候你们来上啊，不然的话现在上了不算啊，白上了这，你们就会白上了。15个小星星走起来，咱们家一人一个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走起来，小星星走起来，15个，加油家人们，加油，14个，加油，14个，9个，8个，7个，6个，6个，加油家人们，还差6个，没上过的来，上过的就不用上了，没上过的继续加油，还差4个，家人们，4个，还差4个家人们，最后4个，3个，最后3个，2个，加油，2个，最后2个，等一下啊。跑车啊！现在跑车有跑车的现在来啊！有跑车的现在来。第一个跑车现在没下播之前安排啊。第一个跑车和第二个、第三个跑车。第一个跑车来，现在来，现在是加成啊！加成，现在来，来彩虹哥。回关啊！我关注你哥，你没关注我，本来我关注你了哥。晨晨安排过来，跟着。还有没有其他跑车？有没有？对面上来了。第一个跑车，第二个跑车有没有？第二个跑车有吗？第二个跑车有没有？来，先把第一个安排。说到做到的，大哥的票也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对不对？还有18秒，还有没有跑车？还有没有跑车的？我自己的艺术照啊，最顶级欧里给的艺术照，我的是艺术照，别人的是中间开花和有376人。艺术照是我自己的哦，最顶级的。再没有吗，家人们？等一下你们上也是没有机会哦。上跑车啊，最后12秒，10秒，还有没有？10秒，还有没有？10秒，4秒，3秒。黑就小红的历史过啊。你们家怎么了？那么的年多几大，你说多干的是弄几大哇？这过。ผมจิตามันจะงานนี่ได้เลิกตัวของตัวถูกปะล่ะผมไม่ได้ตามผมได้ตามผม
咋那么像似的？兄弟，俺妈的了，把他弄掉不了，俺那就装没用，我没有去过那群市。我看一下这个。面东马店这让啥子马店咱们都那面都想的面罗啥个就怕了啥个就呸面狂着啥了，给俺明显别你等俺滚面罗啥个就都想的面没对就惩罚完了吗？啥惩罚我完不了了，我输了。哎，我输了，我要做什么？你呀。你想不想做嘛？我做嘛，肯定能输了，肯定认赌服输嘛，我不能那样子嘛。那你最近我问3个真心话的。哎，对，几把的。最近多久没做13716？昨天有了。你把库你真见了面，你训了不？昨天。是真的？你是奴不？你等下姐姐最先还叫嘞你？那句，我怎么不？怎么了？你吃醋了吗？第二个，快点。有点伤心。伤心个腿毛！你主播里面最喜欢的女主播是谁啊？没有最喜欢的，不喜欢。贾默啊？拉萨曲米露做了噻。第3个，快点。第3个就是，你最近夏天13716舒服一点，还是冬天舒服一点？都舒服。有什么办？多舒服。每次在那继续叫来接不走嘛的，信了不？等妹妹，我俩再打最后一把，我就不打了啊。为什么？因为我好像打不过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的惩罚还是刚刚那样，你穿曲列提到最高，然后再把你的股东提到最高，衣服给我换个紧身一点的，我再问你5个真心话，够了，这个惩罚不过分吧？好的。你说不过分就不过分。好的，来，直接打。等一下啊，榜一，一个一个给你安排啊，因为我这个里面不能那个，所以我这个其他一个软件里面放着，然后就一个一个的这样下载过去。咱们家有跑车的现在来啊，跑车有的现在上啊，没关注的关注一下，先是有跑车的先关注再上啊，等一下上了跑车不算啊。11个小星星，11个小星星，11个小星星，家人们，11个小星星。11个小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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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星星走起来还差6个，还差6个，现在安排完，有6个小星星走一下，6个还差6个小星星，6个，求求都说打死给我妈的，6个小星星，6个，下次你讲不了接都。6个小星星，还差4个家人们，4个小星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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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个，还差4个，3个家人们，3个不通知3个，最后3个走一下家人们，最后3个叫一下子走一下，3个小星星，3个，咱们家3个小星星，3个小星星走一下，最后2个，呸，加成都过不了。加成失败了，真的，我就这样人，在我这有下播了安排，真的不行了，真的。什么？
对啊，你的惩罚就这样，一直说嘛。什么惩罚这样？你输了的嘛问题。什么我输了？肯定你输吗？哪里不加去读了个嘛啦？给你都就咋个不买的读啊？我这里不烂的就读呀，弄没就得读个这么多难吃，读，哭的死了啊！继续来，继续。你们竟然都见到俺西个人打，就是个打，就是你们看着啊！你们今年都见到俺那早上来那个打，都是都也不得都得一年顶上来个今年都打，那到底是哪都？继续，你的惩罚就可以了。等俺救命！等俺我打不过你了吧？我带着我的小饼饼我走了，他立不起去中给打。不行，什么不行？你的了吧就是我的。老天爷！哦，不是再打最后一把吗？最后一把俺去投去到过去。我赢了永远不可能是最后一把的。你们我赢了的嘛，就最后一把，我不打了，最后一把。好。最后一把，我的惩罚还是刚刚那个啊。再说一下，好多人都没听到。听不到的话都讲了，我从来那个不说了，赢了就知道了。好，来直接打，可以来，家人们，咱们家有票的现在来啊！我记得，我记得，这我忘记的。跑车的来继续啊！跑车的继续啊！刚刚那个晨晨没安排的有2个大哥，对，上跑车啊，上跑车，然后晨晨安排过来，还有2个人没晨晨安排过来，还有没有跑车？有补票的有没有？跑车有没有？现在有没有跑车？跑车有没有？厉害，来哥，我给你回关啊，了。私密账号打开哦，私密账号打开，肯定有啊，自己的有，肯定有啊。这个哥，给你安排了呀，哥，我的遗书找的嘛。私密账号打开啊，还有刚刚有2个，晨晨安排一下。安排一下，听懂了吗？听懂我的意思了吗？10个小星星走一下，咱们家一人1个小星星，先把加成过起来。小星星走起来，小星星走起来，小星星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还差9个，可以了吗？哥，你晨晨没安排呀？小星星走一下，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一人一个加成，一人一个小星星走一下，一人一个小星星，小星星还差9个家人们，小星星过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跑车作废了。小星星帮我走一下嘛，这么多人连小星星都没有，小星星走一下好不好？一人一个，还差那么多9个。一起中注一下小星星，家人们一起小星星过一下，小星星帮我走一下，小星星一人一个，小星星走起来，小星星家人们帮我走一下，小星星我上了啊，对哥，你把跟车安排一下，跟车小星星走起来，还差8个小星星，8个小星星。小星星走一下，8个小星星走一下，8个小星星帮我过一下啊！这些我真的直播间带的那些全部
谁是看不到的？关注没有小心心过不了，这真的，真的你带着一个小心心都没有，全部失业者啊！没关注、没点赞、没有上小心心的全部失业者来，加成都没过上来，全部失业者啊！来。全部失业者了。搬过楼嘛，把我亲那面，都那面都钱么，都累么，对别个人不接的就面，我杀过去，不哈着杀过去。拉黑就是兄弟也没接，我把他拉黑了。你给弄他，我去。那应急开动不让接吧，他学输没事，输了就输了，输了。这安排子，还有没有家人们？打不过。对不起，张家庄嘛，我打不过你，但我真的走了。你把这个实力用到别人的那种有实力的那些。你没有？没有了，听我的。就那你有。我撤了，真的打不过你啊！这样跟你玩，真的我打不就赢了2把嘛，就开始一直在输，我俺心里感压力心难了。但我先撤了，一会儿来你。哦，到了吗？加油！打不过也打嘛。不要。